欢迎全国朋友来到咱收看啦！为山为水为林路。好，感谢为山为水为林拢来讲台语，世界通，欢迎咱全球华人来收看。咱上高有起一个电视台，公共电视台上快好看的节目《为山为水为林路》，我是咱大家好主编，我是彭恰恰本人。感恩感恩。但是介绍来宾进行当年，咱先来介绍咱台语文专家邓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林路，春娇书亭多大将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仔来宾两个吼，一个老一个少年两个。你应该是自细看伊啦。不，我今日总算怎样？原来春娇姨啊，本名不是叫春娇姨啊，想到，不是安尼哦。这个春娇也不秒这春娇啊。对啊，不啦，真的啦，因为你想到春娇姨，就想到伊的面啊。所以这就是我都讲迄个剧中深入民心。对，其实一世人吼，做好一件代志，甲一件代志做好是足幸福的代志。真正，甲一个角色演落在，甲一只歌唱红。是，你嘛是一个歌红一世人，嗯哼，食一世人哦。食一世人，恁只要带起来。这条板块，你哪听偌济啊？板块，恁只要带起来呀。真正是一世人红这条歌。嘿，这位公主你好，公哥你好。请用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，请了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淑婷。稍等下，黄淑婷，咱的请教老师，伊安尼名念敢念了有对？亭亭，不过一个大原则啦，名将主人。所以伊要读亭，黄读淑婷。亭诶，婷，你较会停啊，较会停，婷是较好念啦。在你。唔通啦，你对啊若停吼，你的成就就到这个停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停，一直向前冲啊！你这老师你好。亭，黄淑婷。黄淑婷对，黄淑婷，啊，这是我的新歌，叫做《风中泪》。是，你偌久无出啦？ 2年外，那停遐久啦。因为我就是跋倒受伤。都对啊，所以因为下颚骨断裂啊。什么？对啊，加长去骨头长去，所以割开刀，所以呢，那个就没有办法唱歌我会。使无礼貌甲你限制无？唔过空喙伫咧内底啊，我会使看内看无，底无？你会看得进去。所以我看我唔过我关遮有一个空喙，遮嘛提20几针，看无。看无，因为话中。你是徛倒摆啊，无对，才用当啊陪哦。无，我是因为吼流涂骹，啊，结果要接一通电话，结果无想我用走的，啊，无小心转去跋倒我往前趴，结果我接迄通电话了后，迄通电话是啥物？伊讲小姐，请问阮有一笔钱要借人，啊，你要借无？结果我一看，啊，涂骹拢流血，我讲无，我即马要先7岁。啊你怎会？你是恁兜无请使用人，你家己游？系啊，其实我足贤惠呢。这免甲你讲无好听。我一看就好幸福，你敢无感觉？对啦，较将士还佫独身啊，你甲看觅。对啊将士安尼就这天台间的查甫人走倒去，即款查某囡仔要倒找，油涂骹，油甲会是较流血，佫接电话，对啊这了才去送病院，这无简单的代志。对啊，所以哦，紧的，若还未娶某的吼，对我有意思的，敲电话来遮。啊，即摆唱片出到第几张啊？即马若出到到即马，所有加一些精选集加起来，差不多80张。对啊， 80张会使开足一摆演唱会啊！吼，嘿，要开未？哈，要开演唱会未？即马当咧拍拼当中。吼，这位对我呀岳送，哎，请叫我五小姐，我袂见过。叫你8小姐啦5+3， ，5+3等于8嘛。看到8，别香港有这发，看到我你就。是，来迄个专程台语
自我介绍自，我介绍。春娇姨啊，哎，各位亲爱来宾，大家好。像安尼伤斯文的，无下你的个性。水。各位亲爱的来宾，大安伤家好。土啦，安尼个罗毛咧，哎，去大鸡头啊！中楼中我。你讲有足济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家山，你讲台语啦吼。对。吴家山，也有人讲吴家船，对不？是算的。你这是迄个吕丽萍，吕丽萍，还是姗姗来迟的姗，这种读做酸？赶快拢读做酸了。嘿，无怪我这个酸。吴家酸，对啊，我是吴家酸。哎，酸路的酸就无酸我酸路我，吴家酸。是过来。今年25岁。今日节目到这为止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后尾再继续画山画水画好。兰花，为何兰花是对？啊，你是捌25岁啊？对，我是讲我过去捌25岁，即马年纪有较大一点点啊，难领。我嘛是一个新人，有影吼？看不出来我嘛是安尼感觉自从我啊。捌你甲当你都无变过。哎呦，开玩笑，我就是黄景琦，我袂老的，真的呢红洪福姐，这拢袂老。唔是安尼那样，连体格都无变。哇，这无简单，这做厉害。真经的。要惊这我看卖。哎呦，是哦，你无，不是啦，你无去我就歹势你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看嘛，体格就是体格，体质就是体质。你看人个骹呢细细啊，敢若3寸金我可链的。在跳舞的。然后你看，哦哟，哇！这个不是迄个再去讲的哦，这是有困难度的哦。你会使等来，你会使等来啦，会使等来，有够。啊，你敢唔过1点钟啊？我是讲我这个时间甲度过1点钟。你别谢，哇，太美妙诶！咱会做咱亲家溜啊，后摆嘛。让我再回，后摆咱劈腿，让我再搁额头一下。回眸，哎一下。所以什么人看得出这看袂出来，原年纪几岁？长辈会真正是25个加一点点啊！事实上，我家酸比我较济岁哦。啊？我明年65哦。你来甲人，你讲你另外啦，你明年65啊？我明年嘛是我25哦，我坚持哦。唔是，这个物件因为当初咧拍的时阵，大家都有比较过啊。哦，可比讲黄西田加我8岁，黄后生，这够有天理。黄西田加黄敏2岁，伊叫阿妈。黄千伯啊，加我12岁，平手教的滚东冲的，这有啥天理？这个无天理啊！你加黄千伯几岁？你讲？什么我几岁？是加我几岁？啊，若讲到你后生黄西田，你拖西田咯，我就甲你讲，对啊，对啊，伊较早拢会，较早伫咧舞台顶拢演阮男朋友，对。哎呦佮，演阮翁。哎呦，你要叫哪辈？伊变成演叫我春娇姨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伊加我几岁？毋是我加我，是加我为几岁？几岁？黄西田加你岁啊，？若做迄个吼，上袂见效就是黄西田，40几岁还搁咧做高中生，40几岁演高中的咧，你都有讲到一个拖西人，拖西黄西田啊，黄西田拖西田嘿，香港名叫拖西田，黄西田，拖西变田哪些？啊，拖西田拖西田哦，拖嘛吼，拖西。给写好了，来来，毛笔一只，运笔，吼，徛喺遮。啊，要写啥话歌啦你？是要写拖西人？是有啦。哎呀，啊不是啊，啊不是。哇，你好，盖啊，有够厉害！不是，我讲迄是伊的笔画啦，笔画的问因为题啦。这要煮米之前一定要有水嘛，我的水要先下水，我才有好美，你个好美，快点呢。连伊这做厉害呢，伊这甲闪灵换这个错赛，灵换这个赛有够厉害。到底拖西人差异是啊，我边？是猜到，甲迄拖里吼应该挑手柄，对啊，有手柄的呀。安尼就对手里了。拖西连，你讲做代志拖刷安尼啦吼而，且你拢对哦。赛无要安怎赛，你要赛车会赛啊。赛，
哎呀，拖赛意思就是讲，做在拖拖刷刷，袂输苦里遐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是练员呢？对啊。哦，哎，我写到了哦。对，你做搞啊做搞诶，真少来宾代表来这写到呢。好，来等啦，来等啦。你记得也要写那边啊？拖赛练什么意思？我使咧，迄个迄个避安组，毋是讲过啊？避安处。我甲你讲，我看你的节目吼，你有看？我有看你就抓。我有看，你讲正经，我有去 YouTube 看你的。你看 YouTube 看了，你无拢 YouTube 看拜四拜五暗时8点你无咧看。哎呦，我艰苦人，我爱趁钱啊。哎呦系啊，我家境清寒呢。是啊，出现了这边如我吧。我出是伫风中啦，毋是啦，我有看，啊，但是你若讲咧介绍时，我比我是讲，啊，这名安住，啊，你讲避安住迄个安住，啊，我就听脑海来讲避安住。人伊老师有解说解说过啊，伊安住是来自佛经。有影吗？上乐流河饮如法，安住主笔喜下中。哎呀华严好戏经，啊华严经。哎呀，好死华严啊！华严经，呀呀，秀，修，多谢太阳下红油。来讲了好就秀啊！对啊，拖赛练拄老师真有讲嘛吼。拖拖刷刷啦。说。哎，啊，做代志无咱无安尼安尼。好来，今晚要来考验大家咱台语的程度。今仔的问题是安尼吼，叫做台语的合音数。合音什么叫做合音数呢？譬如讲华语来讲，这样子，起码你笑人酱，哦，酱就酱，变做迄个酱迄个酱油的酱，就酱。所以台语嘛有哦。老师要进一步解说一下合音数。合音数就是讲，有时语言发展的过程拢是安尼啦。啊，因为咱人贫惰，啊，有时要讲啊足复杂吼，不如就较简化，像查某囝。啊，啊，来查某囝三音加合做查囝，查囝来啊！哎，阮查囝，这阮查囝，查某囝变查囝，哎，安尼，哎，合音数。好，老师好。麦克讲，就歹想的哦。合音数，想不出来老师困难呢。已经甲查囝讲掉去啊。啊那查某人会当讲查人无？走人，你个你做老讲嘞，毋是即摆要开始讲吗？我点到你啊！这条看下哪互伊讲啦？这条好你讲，哎，迄是个版权，迄是个啊版权。对你有好无？啊无加调，等下我顶讲。不要紧，本节目无咧加，哦，这无咧加。我咧看咧超长哦。别，你放心，会超多，你来超长。都来几月咧？我来哦。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明啊，什么叫做明啊？明仔，明哦，明仔，我明教育，通明啊，对啊，通明啊，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不要紧，马紧，马紧，哦不要紧，讲这马紧，哎，淡薄有气势，对，马紧。像你这是标准的，我讲安怎变安怎，安是嘿。哦，明仔变明，就会恶上干那面色悠悠。嘿，我面悠悠，我是讲我是咧讲啥话？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查某囝，早囝。查囝嘛，查某囝。好啦，把囡仔转到过啦，对啊第一条呢。咱来我尊重车较。俗，你来互我过你咧，我车较俗。我就讲互你过嘛。哦，对啊，那就好，来，拄我迄条咯，互你嘛。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做人啊。你还讲我讲查某人啊，做人。哦。嘿，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查某人啊，做人。对啦，安就对了嘛。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唔通忙，你嘛是什么代志？有一个才开过，忙安尼做，唔通安尼做，忙安尼做。哇，有啦，甲你今日你咁惊到，多谢啦。迄高雄人啊，忙安尼啦，忙安尼啦，唔通安尼就是忙安尼啦。忙啦，对，恁那边卖都迄个叫小心嘞，你们叫你啦。我说合音词啊，我讲你是咧，你咧，哎，哇，你是咧，你咧，你咧，哎呦，哎呦，真正有爽的啦。你咧，我大
家面拢油油，不是啊，我即摆哦，会啊，个要唱歌，你知道吗？要先牛对吧？不是啦，唔捌上这目前我这紧张呀。哎，会啊，个要唱歌你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还讲两个。我说何因此啊，我讲560，会使，对嘛？ 560变560， 560，我这钱像340就变30。啥事？啥哎，有影呢。对啥事？平常时无注意到，咱台湾人咧算钱真正是安尼。嘿，我560， 560好，我找你40，哎，是对哦， 1000的嘛。哎哎，我说何因此啊，我讲是哦，哟，是哦，是哦，哎，哎呦，这个歌谣人个，OK 啊，是哦，哟，我说何因此啊，我讲88呀，应该是88吧。哎，我刚刚来做好歌的呢，我刚刚来做好歌。哎，560讲起你讲88什么？赶快啊，数字无赶快啊！你讲数字，我唔就讲佢都免做。系啊，我就甲讲，我那些我拢讲错。无好，数字讲100年嘛。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40啊，你嘛唔是哦。 40就是下，有啦，这有啦，下，哦，是啊，上色对不对？哎，我只看迄老师吼唔捌。啊，你是啥意思啦？你甲你40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40，你就摄了几年？摄44月摄就是摄， 40， 44就摄嘛，摄，对吧？哦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46啊，怎样？哎，碰哥，安尼从迄边开始讲到这200，你讲空一点钟。啊，你10个刚刚会当讲？无，袂使佮讲数字啊。哦，我没讲啥对啊，10没讲过啊。老师无你嘛把闭者，你啊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，你老师比安尼啊， 20，哦20，下面变做你啊，粒你，哦粒真无，系叫我捌听过咧。哎我冇听过你呢，啊，你用伊头前的 JI 嘛，啊那十是 TSAP 啦，变 AP up 变2加变粒，粒头粒尾变粒。哎，紧应咧。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20啊，粒啊，好啦，老师给你念的，好啦。哎呦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无爱啦，卖啦，哎哎，不爱啦，都要无爱是歹，卖哦卖哦，买嘿，卖，卖，好，我要讲无伊爱，无嘛，无，嘿无爱歹，卖，也对对啊。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无爱卖，歹，卖，我说何因此啊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对，有安尼嘛？哎，真正会当安尼吗？差不多。有啦真正会当安尼，有人安尼用啊。真的啊，真正会当安尼，因为这是一种生活语言啊，因为因兜定咧讲，所以做个拢无唔对真嘿。的吗？真的啦，袂甲你怪啦。喂，嘿，来啦，今仔这条较困难啦，搁一练就好啦。好，你我两个你甲阮跳过了啊？我跳过，你们两个我甲你放上尾，好不好？你先讲。哦，你想干明仔载，好不好？别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赢啊赢，阴暗，赢，对啊，黑暗变阴暗啦，黑暗变阴暗，嘿，英啊，阴暗嘛是好因素啊，啊，阴暗，赢。赢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说的为的，对，让我人讲对，的。是哦你，要去对，你要去对，嘿，你要去得，你要去得，别得。得较远的款哦。来，阮同事吼啊，想真久啊。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降息呀，降息，也这个时阵啊，降息啊。降息，降息，这个时阵啊。哎呀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降息呀，这个时阵，我讲这个时阵啊，降息。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出来讲出来，踹有过啊，对，踹讲，我就是大家即摆少年人甲伊个合作会啊。来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起来，有起来，开，对，开，
看，看，我说何因此啊？我讲啥人像？哎，你看人家外高，你看，对啊哎像啊，还像啊，有无？啊，像啦。啥啦？咱定咧用的物件，唔是你定咧用的物件，你想讲要安尼接，有当时会接袂起，会想无迄种，因为想济你会想无，你会乱。所以你嘛是咧怪我。当然啦，无我怪啥，咱请教伊啊，定来的想有啊，定来的想有啊唔。是啊哎，你800年才要搞发一摆尔了嘛。好，歹势，以后甲固定学员安尼好。我唔敢，我惊甲你发生感情，我唔敢。这个个背，这个背吗？是过节安尼关系，莫甲人讲，爱点点。飞机也无人有兴趣啊。哎对，报纸嘛袂干。对，哦来，小弟讲了好。啊，是安怎啦？你电话你心情无好哟？不是安怎啦？不是心情无咧想代志。啊，你是什么代志？啥乱晓啦？讲出来，阮大家甲你斗三工，要安怎做啊？今年这里长的选情，咱唔知那我唔知有大连任无啊？这个新的里长已经做歹做啊啦！哦，我甲你讲，你唔拿里长，你搁兼媒人报啊？对啊，对啊，阮某就你介绍的啊，这水的我拖出去，哦，大家拢新鲜的，特动的啦。对嘛？你来，我真正吼爱甲你好好说多谢啦。迄半暝啊，你真正是为民服务啦，去阮兜吼领了气啊，我真正甲你感谢啦。哎呦，里长啊，你拢唔知影哦，你本来是牵猪哥掠鸟鼠哦，连阮兜迄个冷气歹去，你也法度修理啊，感谢感谢啦。啊，里长，哦，你拖下去嘞，你拖下去嘞。来，里长啊，哦，你唔知吼，里长吼，你啊，娘娘气啊，对啊，练气，媒人报啊，媒人报，哎呀，有啥？里长吼，我自细汉的时阵，就去阮兜煮饭互我食，哎呦，佮教我写功课，一直到阮爸妈下班落来，伊才转去呢。哇，这赞的里长真正做歹做的啦，大家对不对？对啊，里长一定爱动算对不对？动算。你这个查某人，你这个查某真唔是看，我讲你长啊，这个代志你一定要甲我处理。你若是爱什么连任，你要抵我一票，这个代志你甲我处理好势。哦，恁两个查，你正左人，伊算左囡啊。恁两个咧 QQ 六六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什么叫发生什么代志？讲到这个新妇啦，恁新妇啊？阮新妇啦，做人的新妇爱友好，对不对？伊唔是哦，是啊，甲我苦毒。哟，你甲看我这个面，就敢甲我苦毒啊？无啦，那这次我一定。来，里长啊，这种代志吼，你看，迄个查某人安尼看起来安尼世界尤其啊，啊，搁呢讲苦毒，安尼是无好的代志，看要安怎处理啦。看三比八呢，看起来无生的欺负老人啊。这来，好，来，恁新妇安怎就甲你哭到，你嘛讲出来我听看。对。讲出来。你若无讲，我就无信。你若讲起，我就有影规巴肚火啦。我紧，阮拢伫遮。阮后生，24号，做友好的，对于我当时啊3顿咧食饭哦，我甲你讲，川安尼山珍海味，澎湃就对了澎湃食饭饱，就搁有迄个鱼翅通啊涮烤，哇，搁有水果、饮料，逐项有。安尼，一个阮后生出国哦，换伊伫咧厝的。逐项无，无我食呢。安尼，哎呦，你莫讲什么饮料啦，连水都无啦，要食好心甲你喊啦。安尼啦，哇，你这就是新妇唔对啊！咱若社会人讲，咱的大家会食，就是我大咱的福气啊。食啥咱就尽量好食，无搁食偌久。是的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咱社会人，咱有这款的心态嘛，就友好啊。对啊，无啦，你叫爸啊，你误会啊啦。这是阮翁甲我交代，因为阮妈妈有高血压，有三高，所以袂使互伊食伤好，所以我们才用的地瓜叶啦，番薯叶啊，番薯叶啊啦，番薯啦，这种对身体较有用。你嘛是咧饲猪啊？番薯叶啊，地瓜叶，番薯签的。哎，你这食到精暗的你呢？哈？什么我身体歹？我这个身体你甲我歹呀？啊，
迄是你吼家己做新妇的无起工啦哈哎。又我跟你讲，毋是干那安尼尔。还有这个查某人，嘿，这个查某人做毋是款，安怎？趁阮囝无伫的吼，毋是干那甲我苦动尔，搁安怎？去外口讨客兄啦。这你就无回我。我亲目睭看，这问题大我条亲目睭看，我知影，伊这种查某人哦，我一看伊的清查就知影咧无收本分啊，红晒才无滴的尔。我知影你辛苦，你辛苦，一定爱主持公道。哎，请杀那个还好吧？这边还好，你查某人唔捌啦。我跟你讲，即摆你就要相信阮查某人的第六感，嘿，妈，伊即摆的绝对有问题。有问题。你了解你内行我的。看你是讲嫉妒人的身材好吧？是安尼哎，你感觉，稍等咧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对，拄正到即摆，哎，你一直替伊讲话，啊无，啊你是因替兄。慢慢给，慢给，八股，吼，恁两个拍起来，我大家真正专业的我是要唔惊拍起来，我是惊甲放手拢去了。足危险，没什么是你长，我你长啊。对啊，我咧敲代志，你莫一直吵好唔好啊？拍谁啦？来，这位，莫叫你恶上啦吼，这位小妹，咱讲正经的，讨客兄这代志啊，这是真严重的，你要有证据才会用的。哎呀，我亲目睭看，这就是证据啊。你掠奸爱在装，掠贼爱在装呢？对啊，我就是有亲目睭看，我才敢讲啊。我若无亲目睭看，我哪会使黑白讲的？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你是看到什么？你不我讲。看到这个查某人，对吧？踮在路的，甲一个查甫人，两个安尼徛到哇，而且哦透中昼呢，即马外口遮尔啊热，对无？大家拢嘛安尼走去冷气较咧凉，是毋是？两个人摸到天摸在咧遐，摸较暗暗，哎，我就烦恼因掉山呢，安尼毋是讨客无是啥，啊，普通人也摸掉掉啊。妈妈，我甲你讲，这你就是目睭无好，你看唔到我啦。前天我看到个人闭气，我目睭无好。你看远哦，有这么大个人闭气。迄天就是我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无毋对，哦啊，因为拄好有一只车来，经过我头前，啊，迄个查甫人惊我去互车去弄着，所以用甲我扭一个，甲我摸掉的安尼啦。是安尼哦。所以伊是顾着我的安全。无可能啦，这位小妹，还是。哎，恁两个当做伙，恁两个有问题我这是做自然的代志哦。这不是咱，这是换的，这叫做换的，伊这是惊我跋倒。我是亲目睭看到哦。这安尼尔，这安尼你讲无安尼就无准则，安尼无要紧对。啊对啊，你讲。这意思是安尼吼，咱这款物件免黑白讲。你有法度将迄天发生的代志用演的演互阮看卖，对，你演落看。好不？安尼，哎呀，爱记一个。我一个演好，我来塞车，你蹲车，你即摆甲一个查甫人在路面在车过来，伊白白来看卖了，一边开始。啊，怎么讲？哎，车来哦，这里有车。对，但是咱我拄看到是车真正位来，所以伊甲引导过，啊车呢合理你啊。真正常啊。不一定啊，咱车一定是爱安尼。无咱两个试看嘛。咱试看卖，咱比较无同款。安尼两台车吼。两台车，阮两个主要两台哦。嘿，即摆你伫这边嘛吼，我伫这边咱两个就往你行，即嘛。哎，来车来哦，来，车来哦，哎呦，这把车过来啊！哇，那真好看哇！哦，你这嘛要停？你无意思咧，车来你唔来甲我甩边啊，啊你来甲我抹掉咧，奇怪，你来你安尼讲安尼甲我抹咧，安尼就无意思啊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根据拄爱实验，嘿，因安尼抹掉了，我感觉伊安尼无代志啊。对啊。咱两个都抹掉了，因哪有？咱两个无代志诶，伊我甲你无可能发生代志啊。都有车来嘛。车来毋是车来，就爱洗边啊去，对不对？应该，我感觉应该。就安尼一自然的反应，就甲我抹掉的啊。妈妈，要想喏喏。哎呦，哎呦，过来恁兜遮侪年，我拢甲你当做我家己亲生的妈妈，安尼甲你奉待，啊无甲你苦毒。你讲啥我就做啥。
结果即摆阮翁无伫的，你就安尼甲我误会，你敢知影我偌艰苦？哦，我知，所以这位小妹，是嘞，新妇安尼，我感觉你可能有误会伊啊啦，唔免安尼啦，对啊，有可能。你是今仔目睭放伫咧冰箱了，哈，我是歹，你无看，即摆是咧演互你看，你看无？干嘛呢？哈，好，某查甫人甲我苦毒，迄咱总莫讲，我干那讲一项，就这样。交嚟我的珠宝。阮兜有钱，阮兜好家人呢，我规厝景装水宝呢，拢放喺拖底呢。伊安尼逐工就甲我摕珠宝，摕水外口袂，摕水外口摕遐。你这款放伫银行啦，放伫啊，阮兜珠宝会使，好家人，阮珠宝拢起在蛋啊。冤枉啊！真正无啦，拢意思是无啦。讲，意思是讲，以前嘛，身躯毛价做一定有的啦，不管是嘛早，我是刚才这挂条无，伊敢问我那退去呢？无啦，真正无啦。我处理，我处理。你，这位小姐，恁大家啦吼，讲你家偷摕珠宝，啊，你是规身躯安，你的皮包敢会使互阮看卖啊者？我的皮包是较只细卡，阮大家的珠宝拢是大项的，无可能底下落啦。哦，哎，你看伊摸条就表示内底有问题啊！来，你看，放啦，咱是摸条条那呢？哦，你甲看啊！正义抢婚啦！你看珠宝啦，穿啊这珠宝呢？你别项袂使偷底，你偷底这上无价值嘞！不要紧啦，这个老查某啊，你叫我老查某，请坐一下，我甲你讲，这卡行李内底拢你的珠宝对无？吼，不要紧，我拢无爱滴啊。有一天你会愈来愈老，等你转去迄一天，吼，这嘛是拢我的，因为恁后生就爱我的，我根本无可能甲恁后生离婚啊！你保重，你保重，你莫艰苦，你莫艰苦。我看袂出来，我变面就变面啦。我这款查人心机足重哦，为着目的不择手段，真正是夜刀探病牛。还有第二句小句，请了。你敢袂使？你的珠宝，你配合拍开我看卖。这内底都无啦。啊，来摕来啦！那你是啊，安尼唔敢互看，那你是哦，哎呦，这就是证据，你看，还有，我甲你讲啦，这个查某人啊，你我甲你讲，恁后生就爱我，啊，你陪跑爱我啊无可能甲伊离婚，所以这卡行李，歹势险我甲你拍着，嘿，这卡行李有一天你会愈来愈老，所以当你转去迄一天，这内底嘛是拢我的，所以不要紧，我会当慢慢啊等。哦，莫紧张，你保重，你保重，保重。哎，你讲，这款查某囡仔，真正看袂出来，心机有够重的啦。为着目的不择手段，这款的真正叫做野骨头小讲。两句讲煞，拍破过去。来，书顶写入来。咱拄要讲的两句俗语，第一句叫做野刀探病牛。我第一摆听到呢。我嘛第一摆听到，有人讲第一摆，所以你放心，家己要看卖哈。第二句叫做野骨头小讲。来，迄个情形赞成第一句的，请野手。那你几遍？下来，恁错较怪。恁三个要野刀探病牛，恁两个查甫我免问，请硬解决就使。啊，卖安尼嘛。无人牛都咧破病，你个牙刀唔是要去抬来食？哦。加好心嘛。加好心不安好心敢若是迄个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意思，所以恁三个一定是经野骨头小讲。对，野骨头小讲应该就是讲哦。我了解哈。了不了小讲，伊就是讲两个人咧相抢的意思。抢啦，对，大家也做派新妇啊，做派安尼咱冤家安尼，是不这个是安尼？意思好，来标准答案我嘛唔知，老师有请。耶，第一句是野刀探病牛，这只牛破病，
啊，讲惊好心讲啊，我来甲你看一下，看你无请先生来，结果你是甲倒下来，我看你是纯白要来抬牛的，所以迄种人吼，拢歹心啊，佮惊啊，足好款安尼啦。虽然讲有时啊，喙甜吼，心肝乌，哦，就这种上头迄较成。另外讲牙骨头烧骨，咱去夜市啊食迄药炖排骨哦，迄排骨顶头拢有骨，骨顶头佫有啥个？肉，所以骨甲肉拢伊是连做伙的，啊肉这是白音嘛，不应叫肉，骨肉，所以所以骨头就顶头有骨有肉，迄骨肉相残。比如讲白囝啦，我会讲兄弟姊妹，会主律为着财产，大家写来写去，抬来抬去，过来过去。毋过若针对头啊所演的内容，应该是牙刀探病牛，伊心肝吼乌落落安尼吼。安尼了解吼，不管是牙刀探病牛、牙骨头小骨，了解艺术就来拍鼓励，谢谢。真趣味，这首真正有趣味，这是江彬如作者所写的，叫做《坐飞机》。这个袂晓念就出代志。这有史以来是不上简单的啦吼。介简单。这位姑娘啊，少年呢，苏婷，是不是先先念一遍？坐飞机，看天顶；坐大船，看海影；坐火车，看风景；坐公车，钱较省；坐牛车，顺煞万人影。哎呦！哇！有简单吗？老师一点就对了吼，完全。对啦，毋过两字哪毋对？两字，嘿，有道理唔对？普通是讲钱较省，这是卡片的卡吼。所以咱是讲用比较，较是文音嘛，比较一较，钱较省。哦。啊，这里吼普通是讲连续剧。哦，连续哦。所以这里续，这毋是线。哎，顺续，怪怪。顺续。所以这字用唔对字啦。咱建议讲用迄另外迄字。无紧，较省顺续，咱意思就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迄个春娇姨啊，麻烦用你的家己迄个跳舞的方法来教好吗？跳舞，这个跳舞哦，跳舞，我是来这做舞路的啊。来 music， 嘿，嘿嘿，坐飞机，看天顶；坐大船，看海影；坐火车，看风景。坐公车，啊？过来。哦，我若说你讲唔对咧。对啊对啊。哦，坐公车，钱较省；坐牛车，心煞万人影。所以啦，来，这真简单，我看后壁我唱的好唔好？来，你们写一个谱来甲唱的，来，老师音乐我。坐飞机，看天顶；坐大船，看海影；坐火车，看风景；坐公车，钱较省；坐牛车，顺煞万人景。感谢大家后尾再继续去画画山画水，画玲珑。